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世间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烦恼，讲起来，担头责任愈重的人，烦恼愈重。国情今日要招你来研究，研究一首汉诗。这首汉诗表面咧写红叶飘零，经典。当然，嘛是咧描写讲诗人心肝内迄种的郁闷。什么人写的？郑成功的后生，延平王，东陵王国第二代国主郑经的诗句。来，咱甲听。听诗句内底讲：秋色江间夕日斜，枫林两岸青成霞。眼看不尽清池景，落叶纷纷树土花。一字一句，咱来甲体会，咱来甲感想，咱来甲回想讲，郑经伊坐位19冬，伊对老爸是真尊崇。所有伊的文章，伊发表的公书，拢写讲我是延平王的世子，伊毋捌自称本王。因为伊对南明的皇帝，明朝对伊走落来的皇帝嘛是百般的礼态，讲起来朝中朝外拢有互伊烦恼的代志。阵早来到安平港国际贸易，要来甲咱买鹿皮，要来甲咱买木材，这咱要安怎样烦恼？台湾这个土地，当然王国才顾会好，搁有朝中，朝中互伊愈头疼。大汉后生含家己上界看重宰相的身份，人讲台湾的孔明、陈永华这个结亲情。第二后生郑克爽含伊另外一个大臣方锡范结亲，两个有三有甲无手腕，拢要夺权，拢要争夺伫皇帝身躯边，伫郑经眼内上界看重的地位。你敢想？毋则讲这个诗句是表达东陵王国延平王郑经，伊安尼伫南都看景色，看到心内忧闷嘛写出来。头一句讲秋色江间夕日斜，咱知影讲这就是黄昏的景致。不过对郑经来讲，到底是黄昏的故乡，还是黄昏的他乡？咱诗句内底无法度去感想，无法度去体会。总是伊眼来看，就是枫林两岸青成霞。这个青就是日头，黄昏的日头，甲树叶染色倒甲红颜去。过来诗句讲，眼看不尽清池景，看过来凄凉，看过去也凄凉。落叶纷纷树土花。你甲想讲，这个诗句咧写落叶，是在咧写诗人心肝内种种的感慨。毋则国情安尼讲，担头愈重的人，负担愈重的人，责任就愈重。虽然表面上咧写秋天，毋过东陵的国主郑经，所有伊对心肝内无法度去吐露，心肝内无法度去画出来的感慨，敢是藏伫这内底的诗句，来表达讲秋色江间夕日斜，枫林两岸青成霞。眼看不尽清池景，凄凉啊凄凉！今日搁再听，真正毋来敢若听到台湾的历史，更加搁再听到郑经心内呼唤的声音啦。